个时候呢，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先一同起立，先跟你旁边找3个人，跟他说：我们要让喜乐的灵充满在你心。我们在这边，我们敬拜，我们就是要带着喜乐的心，要让喜乐的活水永远一直在我们的心里。这时候，我要看见大家每个人的微笑，我们要一起把这微笑献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唱。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困
神。神是行神迹的神，他使瘸腿的人行走，他使瞎眼的人得看见，甚至他使水变成酒。神来到这里是带来盼望的神，我们要让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
同用使徒信经来作为我们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一同来同心祷告。耶和华爱我们的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全心全意敬拜赞美你的圣名，因为你是全能的真神，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看顾我、保守，是我们力量的大牧者。亲爱的主，感谢你的保守，使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经过一个星期，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今天是你赐给我们安息的主日，我们带着渴慕的心灵来敬拜你，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话语。主，恳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打开心灵来领受，帮助我们可以按着你的话语而行，不偏左，不偏右。主，帮助我们，使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圣灵，恳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的敬拜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你的同在。我们同心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教会消息报告：第一，本会消息，本主日为2019年重阳敬老主日，本会举办重阳敬老活动。第一，颁发敬老礼金，凡70岁38年次以上的松年寿星，本会自赠敬老红包1份。70岁600元，80岁1000元，90岁2000元，100岁3000元。第二，敬老寿宴，凡报名参加寿宴的松年弟兄姐妹，请中午12点准时到龙湖餐厅参加。愿上帝赐福长辈们，福如亚伯拉罕，寿比马土沙拉。第二，本会在赖的官方账号已经登场，将会提供教会的消息及周报给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在赖上面加上好友，可以搜寻 ID 或者扫描 QR code 就可以加入。那纸本周报跟奉献袋将放在2楼的柜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自行拿取。第三，本会定于10月20日中午12点在小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全体的小会员出席参加。第四，本会定于11月1日周五晚上的8点到12点，及11月2日周六上午5点30至12点，要举办教会发展研讨会。地点：副堂，对象：教牧团队、长职、区长、小组长、副组长、副长。请于10月27日前向办公室来报名参加，无法出席者需要请假。第五，本会定于10月19至12月7日，每周六的上午9点30至11点30，连续8周8堂课，举办冠冕理财、经商有道课程，教导弟兄姐妹如何管理治理公司与经商。讲师是赵之强，他是前福特汽车中国厂总经理。费用每人2000元，包含教材。
全勤者可以退500元，名额为12名，欢迎弟兄姐妹向办公室来报名并缴费。第六，下周主日10月20日为总会所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奉献及代祷。肢体消息，生命教育2019生命教育圣诞音乐剧招募团员，练习时间是在每周三上午9点至12点，地点在副堂，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向吴思婷传道报名参加。第二，开会消息，在10月18周五上午的10点要举办在办公室要召开区长会议，敬请各位区长出席参加。儿童牧区定于10月20日举办亲子趣味活动，欢迎各位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参加。参加者赠送小礼物。请各位弟兄姐妹当天的机车请停放在副堂前面的广场。第四，本会教会圣歌队定于10月26周六下午晚上8点举行下届的干部选举，敬请关心及代祷。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原本短宣队要前往弥陀教会，日期是10月18至20，由潘牧师带领的短宣，因为弥陀教会有另外的事工，所以这个短宣队将延期再举办。以上报告。好，谢谢。我们交接消息就是我们高雄中会的妇女事工部举办灵修旅游，那我们有参加报名的，明天上午6点要在教会坐车6点很早，请准时有预备早餐。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报名4月19号中会的敬老寿宴的兄姐，也是当天的早上8点准时在教会坐车。第三个就是我们更生团契高雄区会每一年都有举办感恩的见证跟牧晚餐会，那感谢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兄姐都有参与。那我们这个餐券每一张是1000块，那主要就是我们能够参加这个餐会，了解更生的事工，不仅有6柜幼院的非常高水准的合唱团有演唱，真的非常感动他们声音非常美。那更有这些更生人跟他们家属的见证，那表示说我们这样的关心那个好像耶稣说在牢里面的人，我们关心他们生命得到改变，那个祝福是非常大，所以欢迎我们兄姐能够来购买向办公室购买。那这个餐会的时间是我们下个礼拜天的下午6点，在原来的博爱的大巴，现在是改名叫做惊奇惊奇是在巨蛋那个站下请我们也关心。以上报告。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祝愿大家平安。那么经过几天的这个连假，看起来大家弟兄姐妹的这个精神呢，还是非常的这个饱满因为呢，我们要蓄势待发，我们要明天开始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那么读书的呢必须呢也回到学校来读书。那每次的放假都会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休息。有时候是让我们身体上的休息，也让在我们的情绪跟压力各个方面呢，我们都能够得着休息。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敬老主日那么虽然今天已经是农历9月15号农历999重阳节已经过去，但是今天是我们教会所定的这个松年这个敬老主日。那在这些敬老主日当中呢本来是应该有带花，但我们想要今天我们的老人家不是我们的这些松年的这个朋友我们松年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你已经是65岁65岁以上的，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立好吗？65岁
65岁，65岁去的哈，65岁去的，遐里基本在当中，我们拍手欢迎他啊，我们拍手啊。我们诚如我们周报所说的让他们能够在主所赐的日子的当中呢，能够发旺能够清脆，也能够长寿勤做。好，今天呢也因为是连假的关系，我们知道连假呢由北到南，由南到北哈，那么台湾呢形成一个大会串哈，那甚至有人呢飞到国外去。那么今天呢有从新北市新店来到我们当中。是那个陈慧珍的这个爸爸温信义弟兄，温信义弟兄在我们当中，我们拍手欢迎他，温信义弟兄，他是来自新北市新店中华基督长老教会哈，好不好？有没有从外地你回来做客？我们今天招待疏忽没有看到你。你今天来到我们右昌教会的有没有？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立好吗？我们的掌声会非常大声的，我们的掌声是非常热情的，有吗？哦，没有。好，来，我们要请信义弟兄信义弟兄你从台北来，我们要让你听一首歌所以我们请信义弟兄站立，我们来唱欢迎歌，来欢迎，来，真高兴能见到你，我们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来一次欢迎，我乞丐欢迎，一次永远，右昌教会欢迎，我们欢迎他，我们欢迎他，掌声加欢呼。我们原住民的朋友就是这样不一样他是来自排湾族来自排湾族，所以呢，我们刚刚的掌声有跟排湾族差不多一样所以他听到的时候呢，他不由主的他就跟我们一起跳舞了好，弟兄姐妹，跳舞是会感染的，喜乐是会感染的。当你用喜乐去迎接对方的时候，当你伸出你温暖的手去跟他握手的时候，这是都可以彼此感染的，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好不好？我们有碰到，我们是今天的敬老主日，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双年兄姐来请安，好在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为一，爱使我们相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请安问候，让主的恩典，让主的爱，主的赐福，主的福气，能够满满的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使上帝的恩典能够大大的兴旺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在一起，还是我们像我们楼上隔了的也可以一起来请安问候，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为一，还是我们相，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一起手拉手来，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还是我们相聚一起。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他的宝贝。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愿上帝赐福你，因为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我们拍手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配合我们歌颂赞美，我们欢呼的神，我们敬拜的神，他是爱我们的，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要来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长辈祝福，我们也为软弱的肢体代祷，请我们也为教会幼儿园下个礼拜二
要教育局的评鉴，我们线上代祷。我们为不仅有教会圣歌队要选举下届的干部，我们妇女也要外出有灵修旅游，求主都保守，能够平安。也祝我们儿童牧区的亲子运动会，我们生命教育需要同工，我们教会举办的发展的研讨会，我们都线上代祷，也为我们国家明年的大选线上祷告，求主保守台湾。我们为正在举办幸福小组，为了要收割灵魂征战的同工，还有参加的这些慕道友，我们的线上祷告。我们为我们当中的寿星来代祷祝福。各位弟兄姊妹，你有什么祷告？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我们能够凡事借着感谢祈求祷告，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他，他必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举起我们的双手，呼求主3声，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听祷告的主。你说你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所定事的日子，我们在你的殿中敬拜。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奉你的名，我们向你祈求。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很多的中年长辈，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仍然能够大大的蒙福。主啊，他们要发望在你的殿中。主啊，他们的枝子枝浆要常发青，他们要结果实不止。主，我们恳求你赐福我们教会许多的有软弱的弟兄，因着祷告，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意志领导他们，让他们恢复健康，让我们更多人在主日常常在你的家中来向你敬拜。主啊，谢谢你，求你也赐我们许多的活动，无论今天的敬老活动，或者我们圣歌队要选举我们的妇女要到台东，求你都保守一切平安，也祝我们的孩子们，无论我们的生命教育，能够有更多的同工一起来传扬福音，来得着更多的下一代。说你都赐福一切的活动能够平安。我们要举办的冠冕理财的这样的课程，有更多人一起来参与。我们当中的寿星，他们的奉献，求你悦纳；他们的祷告，求你垂听。求你也加倍的赐福，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感谢你，你是听祷告的神。我们为祷告，你也都知道。但是当我们奉主的名在你的殿中，一切的祈求，无论为我们个人、为我们家庭、为我们教会，甚至为我们的国家，主，你必定垂听，你必定悦纳，你也必定赐福。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一同来看神的话，请翻开圣经诗篇第92篇，从12节至15节，和本在727页。诗篇92篇12节。义人要发望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们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愿神的话赐福我们。赞美，请教会圣歌队。我们相聚一起，同心在神。
讲到陈牧师早上跟我们讲的题目是开创美丽的松年人生，我们请陈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跟你左右隔壁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世人要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感谢主，今天是我们的敬老的主日。刚才刘长老说65岁的站起来哈，我看应该是站不到1/10了哈，应该站不到1/10。有时候我们教会还算是比较年轻的教会啊，但是我们都会老啊，有一天哦都会进入松年，所以盼望我们能够预备来迎接我们的松年人生。早上戴牧师在分享大卫王年老的时候，大卫是一个有预备的人，他年老了，他知道王位能够继承的好，这对国家非常重要。他知道他为了神要建圣殿这个事情，因为他流人血，他是战士，他不适合建殿，他要留给他的儿子。神是这样的吩咐他，但是他不放心，他要预备许多建殿的材料，他要把建殿的蓝图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他是有预备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有预备的人，跟隔壁说，真的预备，机会是给预备的人，我们要有好的预备。一个有神在那里头的人，有护主心灵的人，我写过，他就是凡事有信心，凡事有想法，凡事有计划，凡事有行动，凡事有方向。但是一个没有神在那里头的，是一个贫穷的灵人，他凡事没有信心，没有想法，没有计划，没有行动，也没有方向。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生就是要不断的有预备。我们的神是有计划、有预备的神，所以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感谢上帝，今天我借着诗人他读的这段圣经，我是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他在讲义人，义人发旺要像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但是这一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下一节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而且满了枝浆，常花心，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一个真正敬畏神、敬拜神、跟随神的人，
他到年老的时候，枝将要发青，要结果子不息，他能够真的荣耀神，能够证明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的应许不会落空，他的祝福必定是永远长存。感谢上帝这个棕树跟香柏树，我们都有到以色列去，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树木。我曾经写了一篇短短的诗，这个诗是这样写说：屋后有棵鸡蛋树，冬天时全身光溜溜，冬天时花朵开得满树是。忽然心中有个启示，前面看似荆棘满布，却是处处是路。那这个短短的诗，我的灵感是因为我在台南神学院那里有一棵鸡蛋树很有名，那一棵鸡蛋树是国宝树了，已经是国宝树，台南市应该是把它列为古迹了，因为那棵树已经好几百年，300多年好像。在台南神学院非常老了，那棵树几乎你看过的鸡蛋树那个鹿角树，能够比它更漂亮的，应该是我还没有看过，因为没有那么大那个枝条不会那么多的，表示它年纪非常大了但是300多年跟这个棕树跟香柏树，特别是香柏树没得比香柏树我到黎巴嫩，我真的很有福气有一次代表我们的世界展望会去关怀那个难民，哇，可以到黎巴嫩，真的梦寐以求。住在那个山上他们说不会冷，其实山上晚上很冷虽然是5月去那个香柏树，哇，看到了这么大的香柏树，其实还不算太大。我们说这个多久了？200年了。其实200年那只是小孩子了，小孩子这个50岁的香柏树根本就是小小的当然不是像银星弟兄他们住在那个北温隔壁看了一个那个不是香柏树，好像是我们的 Hinoki 的其实那个没有多久就已经很大了，因为那里长得很快。你在黎巴嫩的话，在中东的话是非常非常慢，它是200年还非常小，但200年之后哇就开始会长大，它的树龄都可以到2000多岁，好像台湾的龙柏非常贵，就是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慢。所以用这样来比喻，当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的人生就好像棕树，好像松柏树，枝将长青，结果不止我们可以成为有力的见证，一个敬拜神的人，一个跟随神的人，那个福是那么大，那个福是那么久远。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虽然可能还会到松年，你要预备的，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要走这样的路？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7节，他这样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结局很重要。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你一起步哇冲得很快很精彩，人家给你鼓掌，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最后，是那个结局，最后的结局才是真正的得胜者。各位，我们人生虽然你年轻可能很精彩，但是你要预备，说我的松年要比年轻的时候更精彩。阿们。我的松年的时候要比我年轻的时候更精彩这个虽然你黄昏夕阳怎么样夕阳无限好，
而且不止夕阳无限好，夕阳更美丽。哦，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现在松联的主委周泽清长老在彰化中会，这次跟我去美国参加世界台湾人教会联盟大会，他们服务都是超过80了，80几岁的老人，但是他们仍然那一般讲那个一杯瓦凉赶快，他们还真的是生龙活虎，不简单呐、跟我们这样跑哦，那个拉的那个大的行李都不要人家帮忙跟我们坐飞机大家都会有时差，也是照样各样的机会要到哪里，坐车坐那么久都没有喊一句苦，就是他真的在他生命里面，他知道怎么样能够开创一个比较精彩、更美丽的松联的人生？他就是有预备，他不是每天退休之后在家里面看电视，不是，他就参与教会礼拜，参与教会服事，参与教会的任何服事，中会的、总会的，有机会他就参加，他不愿意失去，他把握任何的机会，使他更年轻，他能够听很多的这个信息，他能够领受更多的神的话语，他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看到那个他可以学习的榜样，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怎么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健康，这个人年纪这么大了，怎么他还可以做这样的事？各位，我们在教会是很有福气的，因为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宴中。今天讲了，到年老的时候还能够结果子，而且是枝江常青，因为有神的祝福在里头。我们要开创美丽的松联人生，我们应该要有很多的学习。有一个人说，我们要开创美丽的松联人生，我们应该要分辨人生的三有：什么是享有，什么是拥有，什么是占有。可能年轻的时候很想要得这个，我们要想要得到车子，得到房子，我要得到更多的钱，我怎么样？但是你会知道，很多你得着的，不一定你能够拥有，不一定能够永远拥有。我们能够拥有比占有更重要，但是你能够拥有，你要能够去享有。当你愿意更多的去分享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更美好。我们人生不只是嘉华，我要更多，可能到有一天你要成为一个简华。我有很多的东西我可以给出去，我可以祝福。所以我牧师个人说，我的那个有一个叫做四床人生，就是说四床的这个四床的人生，这个不是床我们人生有4种人生。年轻的时候是要床，就是要呵护，要在那个婴儿床要被摇来摇去的这个人生本来就这样。但是到你20岁的时候，你要该出去闯现在是大学毕业，你要去闯天下你不能老是待在家里面成为宅男，那是不行的。你要出去了，要闯天下。但闯天下是容许你失败。到了可能40的人生不能再失败了。你要闯出名堂，你要闯出一片天，你要闯出你的天下，你要闯出你个人一个品牌。你不是这个也做也不行，跑来跑去的，这个做那个做，那你人生就危险了。到了40岁，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你的长相可能妈妈生下来的就是这样，但是40岁你要为你的长相负责，因为一个有自信的人，一个有喜乐的人，他的长相是不同的，他长相不同的。我在盐城教会看了一个小女孩长大，小时候真的，我说为什么长得这么样我是想说这小时候在乡下常常有句话
哇，这人买个主动车都不要坐，就是这句话实在是很损人，就是说真的丑的连那个车子都不让他坐。我讲的那个姐妹，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感受，我在跟师母讲，但是她在教会长大，后来她做生意，她跑中国，她跑韩国，她卖衣服，找时尚的东西，哇，不得了！她在后火车站开了那个这些批发的，她赚了很多钱。后来他开始不一样了，他会去美容，他会去人家会整理他会穿着看起来就是那个丑小鸭变天鹅了不同的。后来人家介绍，因为他很有成就，就有一个留美的硕士娶了他，在大学当老师了。他的人生不一样了，那个就是常常我们在节目的讲说，那个惠州人家给聘金本来他一头牛都不值的，但是他给他八头牛，他就信心来了。他是一个八头牛价值的，他不是一头牛的，所以他跟他先生出去，他开始走路的样式不同了，他的人生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去开创，我们不仅要真的创出。要创造我们的一个品牌，一个形象，但是最后要做什么？就是要成为窗就是窗户的窗从床到窗到床到窗，要到窗户就是一个出口，我们要成为一个窗口你若是能够成为一个窗口，就是表示你是罩得住的今天要选总统，总统他都要很多的窗口，那个窗口就是表示他可以跟上面的是可以通的，成为窗口是不得了了，那是有影响力的。各位，我们要成为一个窗口，我们成为一个住的窗口。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不是要得，你不是要占有，你不只要拥有，而且你要成为一个窗口，你能够助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的人生一定非常快乐，非常美丽。因为人生，有人说，人生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成功？成功当然身体健康可能经济 OK 整个家庭都美好，那可能就是成功。但是真正的成功就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什么是快乐？快乐可能我们生活都非常的得到祝福，有好的房子我们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我们过得非常的惬意。但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能够给出息的时候，是最快乐。什么是价值？人生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就是当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需要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长辈是有价值的，因为孩子常常是需要你，我们能够成为孩子的祝福，成为孩子的帮助。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他们需要我们能够扶持他们的时候，能够扶持他们。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价值。什么是幸福？我读了一篇这个网络都，他说家里没病人，牢里没亲人，外头没仇人，千里没小人，身边没坏人，办事有熟人，谈笑有责任，聚会有高人，喝茶有闲人闲聊有达人，生命中有爱你的人，那你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当然这是没有错，其实我们幸福是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开创。有时候在家里面当阿公阿嬷，有一个孙子跟你陪你玩，你就很幸福了。你能够有热腾腾的三餐，你有
舒适的床铺，你能够有谈天说地的朋友，你有形影相随的老伴，你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所以我们应该要来享受松年的人生。在松年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们要珍惜，要珍惜。各位，我们人生就是要珍惜。我国庆的时候去台北参加纯福音教会的40周年，那李永新牧师他在讲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人生，他讲了一个短短的小故事，我觉得就是在提醒。他到香港去培灵，碰到一个宣教师，那这个宣教师聊，宣教师就讲到他在香港碰到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这个宣教师觉得这个老夫妻，因为他要来香港宣教的时候，就去机场接他，然后因为他来这个地方不熟悉，必须要用车子载他陪他。这对夫妻已经60几岁，退休了，但是他看到这对夫妻真的很不同，两个那个感情就是非常好走路的时候感觉就是他们两个是那么的相爱，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每一句话，他觉得很少，怎么又看到这样的人？所以他就很好奇，他就问他说你们两个看起来怎么那么好，那么相爱到底是有什么秘诀？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们太珍惜了。他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在中国大陆那时候刚好共产党很多的压迫，对你看无神论，对宗教的压迫，以至于很多人信主的人，传福音的人，很多人不愿意向他们无理的要求的人，就被抓到牢里面去劳改。那这个老先生他就是年轻的时候，30岁不到就被抓去劳改，在牢里面。我们倘若听过他们的见证，我们就知道，我听过王一平牧师的见证。抓到那个地方不是好玩的，他整理，一天到晚整理，有时候叫你去跑那个地下下水道，下水道臭臭的，叫你跑，在下面跑，整个脏兮兮的，这是整理，常常让你挂一个牌子去游街，让人家取笑你，反正无理的要求对他们很多的这些痛苦，真的是熬不下去。他就是当你熬不下去的时候来，你现在你愿意承认共产党才是真正你要效忠的，你要否认你的信仰，你说我不愿意跟随耶稣，我否认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只是很简单，要叫他去否认。很多人到受不了了，生死不如了，就觉得说好吧，我就承认嘛。但是很多人不愿意。陈立平牧师，他现在已经80几岁了，身体还很健壮。他每到想到这样苦熬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想到主的爱，想到主的牺牲，想到主的十字架，所以他就胜过了，熬过几十个年头，到他现在出来，所以被训练的身体非常的健康，那个意志是非常非常的坚定，任何的东西是不能撼动他。就好像这个宣教师在问这个弟兄说，他说只要你否认耶稣了，就要放你出去了。但是每一年一次来问他，这个都是一个煎熬。到底我要否认吗？我的未婚妻在外面等着我，未婚妻在外面等着我，但是他经过了30年，坚定了愿意承认耶稣，所以他就被关了30年，30年出来了。他的未婚妻等他30年，
所以你说这30年我们多么苦啊，我们都熬过去了。所以现在的日子1分1秒我都非常非常的珍惜我们彼此的爱，彼此的感情啊！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非常的感动。李永新牧师要分享的，当然是要鼓励我们要相爱，鼓励我们夫妻要相爱，鼓励我们年长的，我们要把握机会，我们要相爱。但是更重要，也要鼓励我们跟随主的人，主为我们死，主爱我们，主为我们牺牲，我们要这样的爱主，我们要把握爱主的机会，我们1分1秒都不愿意放弃，我们要一生紧紧的跟随，到我们到年老的时候，证明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上帝，上帝的祝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应许我们，他应许我们的人生，到了中年的人生还能够结果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敬老主日，我们也祝我们的长辈们真的爱主，彼此相爱，他们真的成为神最美好的见证，成为神最美好的见证，成为家庭最好的祝福。我也奉主的名祝我们各位，我们能够像大卫是一个有预备的人，我们不仅信仰能够有好的传承，我们的家庭各方面都有好的传承，让我们世世代代都更能够蒙福。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还能够发望在神的眼中，能够成为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特别写了一首诗歌要来回应等一下我们来祷告我们这首我愿一生都跟随你这首诗歌我们先请敬拜团来唱这诗歌，再来祷告。各位，我们真的要向主求，神要让我们能够，就是到中年的时候还能够蒙福，还能够结实不止。我们向他求，让我们连问题都相称。我们向他求，我们的家庭世世代代都要蒙福。我们一起唱思想。思想你的心事和丰盛的恩典，有谁像你的爱完全？我愿如数在西边的饱尝你甘甜，从今世直到永远。我的生命愿投属你，动作气息在乎你，我的年岁都在你手里。你爱深深激励我，路虽继续多坎坷，我仍然要跟随你。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能够和你？
上帝的儿女，我们因信称义，一人必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让我们不仅能够按着他所应许的谦卑敬畏他的，他要赐给我们尊贵、富足和生命。我们为自己祷告，为我们家庭祷告，为我们看见教会有更多的长辈蒙福，成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神，我们都献上祷告。看见我们世世代代都蒙福，我们向他祈求，举起我们的双手，呼求主3声，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有福。主啊，让我们知道信靠你的人是何等的幸福。主啊，我们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主啊，你要按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长寿，能够尊贵，有富足，有你的生命，让我们有美好的结局，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求你赐我们，让我们的长辈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他们能够有信仰的传承，他们成为家庭的祝福，代代要蒙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从头唱一次。思想你的心事和丰盛的恩典，有谁像你的爱完全？我愿如数栽在其边，得饱尝你甘甜，从今世直到永远。我的生命愿投属你，同作气息在乎你，我的年岁都在你手里。你爱深深激励我，如此情绪多坎坷，我仍然要跟随。有什么能够隔离基督的爱在我心？世上虽有苦难中同行，有什么能够隔离基督的爱在我心？就愿意。我们再次说，有什么能够隔离基督的爱在我心？世上虽有苦难中同行，有什么能够隔离基督的爱在我心？就愿一生都跟随你。我愿一生都跟在身上跟神说，我愿意一生都跟随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生都跟随你。我们渴慕要住在你的院中，我们要扎根在你的圣所。主啊，你要亲自来栽种我们，要浇灌我们，要照顾我们，让我们枝江常青，结果子不息。主啊，让我们不仅是年轻的时候有精彩的人生，主啊，到我们松年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更美丽、更精彩。主啊，让我们有好的结局来荣耀你。主啊，祝我们不仅我们每个家庭因我们都能够蒙福，主啊，让我们也因着爱主耶稣，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能够彼此相爱，也能够有爱的见证，能够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主耶稣基督。主啊，赐我们能够规划我们的人生，预备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人生充满神的荣耀，让我们人生能够充满神的祝福，不仅自己蒙福，
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今天是我们的2019的敬老主日，感谢上帝，我们要遵从我们当中的长辈，在百万人面前，我们都要起来站立，表示他们走过的人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他们为我们付出的很多的辛劳，我们应该要感谢他们。那教会有一个象征的祝福的红包，不是太大包，但是我相信也是一个祝福哈。今天65岁的长辈我们在龙虎餐厅我们要寿宴哈，那好不好？刚才有我们70岁以上的7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有一个红包要送给你请你站立好不好？70岁的长辈我们希望大家活得越久，领的越多因为70是600，80是1000，90是2000，100是3000活得越久，领的越多我们领到了就坐下来谢谢。这时候我们要来奉献，请执事来收奉献。有没有我们的长辈没有领到的？后面有一个，请我们忙一下。后面有一个，请你站起来好不好？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奉献诗。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好的恩赐能力，使我们在不同的工作上一样都有领受到你的祝福。主，现在我们奉献金钱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祝福差遣。你们可以平安去，愿你们凡事亨通顺利，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